下野上帝廟每年吸引超過10萬名鄉客參拜，周邊鄰近下野國小、有長安公園、思慮島等重要據點，平常人車往來頻繁。為提升學童甲行人通行安全，下野區公所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爭取3200萬的經費，闢建下野國小通學步道，串聯周邊景點甲公共空間，打造兼具安全甲休閒功能的步行環境，也為市區發展助力新的動能。這個通學步道能夠將我們夏營國小跟我們武承恩公園做一個結合，能夠讓這樣子的一個更大面積的一個步道，一個休閒的範圍，能夠讓鄉親有一個運動的空間。那也特別感謝我們有在地最堅強的江美芬里長所率領的志工，幫我們做這樣子的維護。我們看我們現在這個點的周遭，美芬里長相當用心，跟志工這樣子維護這樣子的一個步道，我們就特別感謝。夏營國小的通學步道啊，緊鄰我們這裡的休閒步道。從無到有，啊，台灣做了，互阮裡面會當安尼一個有休閒的去處，啊，多謝鄉公所啊，還有山景的老師幫我們設計得這麼完美。新建步道差不多將整個下野國小圍起來，不僅提供學生更加安全的上下課動線，也成為戶外學習中心，讓囡仔透過步行認識在地景觀、宗教文化甲生態環境。在生活中落實在地教育，這個對我們學校學生來講，或者是師生來講，這是一個讓孩子走出戶外，然後又有一個不僅是一個安全通往上學的路的那個路通道，更是一條可以讓孩子在多元學習的一個通道哈。那孩子不僅透過這個在上下學的當中，他可以去認識在地的環境跟一些美觀，也融合我們周遭的夏營上帝廟的景觀，還有我們的生態烏龜生態的區域，還有更多市集的一個連脈哈，讓我們的學習從校園內走到校園外。下野區公所表示，通學步道完工了後，不僅串聯6公頃的公園綠地，900公尺的步道，並現遮長達5公里的百年銅鐵思慮島，形成大約6公里的綠色步行廊道，提供居民甲遊客更加完善、安全而且舒適的休閒環境，進一步提升下野整體生活品質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